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夏文月。今日呢條片唔係讚自己嘅，係想講自己嘅不足之處。拍片咁耐，其實一直一毫子我都冇收過。有人會話我啲影片係冇價值，但係對我嚟講，每一秒嘅創作都係無價㗎。有人話我啲片唔夠貼地，唔夠專業，拍攝唔夠好，成日 P 片，仲有背景唔夠靚，講嘢冇亮點，亦都冇抑揚頓挫，表情冇，咁我就索性自己攞出嚟講。之前呢，我就拍過頸椎嘅系列，咁呢，我就真心好想幫助有需要嘅人，但係我就收到好多嘅評價。我知道呢一種類型嘅影片真係唔係好適合大眾化咁，因為佢唔係娛樂嘅影片。點解要拍？原因真係好簡單，因為我真係一個病患者，好困難咁樣先至好得返。咁所以呢個系列當時就係我拍攝嘅原動力。我希望大家都唔好受到呢一種咁嘅痛苦，一秒我都覺得係多。其實呢一個系列一出街嘅時間一直都唔係好受歡迎，因為真係唔係大眾化嘅影片，又冇乜娛樂性。連我嘅物理治療師都有陣時會講，針唔拮到肉點會知痛嘅啫。佢真係咁樣安慰我。不過我都仍然堅持要拍。點解啊？因為我覺得唔做就一定唔成功，做就可能成功。我寧願試，寧願錯，但係我都堅持繼續拍攝，因為我相信我係可以，呢啲影片可以幫到有需要嘅人。普通嘅創作者好似我咁，一步一步自己咁做，冇團隊，亦都冇資源，所有嘅創作啦、剪接啦、稿啦、後期製作啦、打燈啦、化妝、服裝，我哋都係靠自己嘅。我仍然留得喺度繼續做創作，因為呢一個係我嘅選擇。2026年我會再接再厲，重新咁樣出發，唔係為咗錢，而係為咗創作、堅持同埋果斷。我知道自己唔夠完美，但係我會繼續做，因為唔做就一定唔成功，但係做就可能會成功。呢個就係真正嘅夏文月。